相隔36天，好胜堂2年的王献大典，王船遥景活动正式展开。长24尺的王船在市区游街，相当壮观。沿路不少民众拢斗阵来溜王船，祈求平安。遥景队伍由普济殿知府王爷新桥领队，先锋官高胜堂五虎千岁，北甲将王船驾真好驾。马丁桥是好胜堂献天上帝，相当热烈。王船开工了出场，要出来台南市安尼行一日啊，代表甲这瘟疫做一个收尾，安尼。伫咱这道进前有安尼同款的状况，是爱追溯到民国77年的时阵。今年毋那是连续8颗将近100档的王献大典，拄到台南400更具有意义。庙方特别邀请市长王伟泰来主持落定仪式。台南400第1个王船落定的可以，都能当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。好胜堂的王船伫今仔日的出巡希望会当来祈求王爷保庇，互咱学境平安，事事无灾。在队伍当中，有一群由台南警义消及医护人员所组成的医护团队，提供上专业的医护照顾。大家一起同号而战，有专业的人士，还有专业的证照，大家一起这样子组成一团。这边好胜堂王献大典王船节，庙方嘛提出市定民俗申请，希望将地方民俗文化发扬光大，撒向国际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